女人咧，其實就好似呢隻荷包蛋咁，啲人跳緊繩噶啦，溝完要即刻食，食得咧就唔好嘥。唔使負責任噶嚇。溝女其實唔係講負責任嘅，係講戰術，即係好似打仗咁樣，我 win 就 win 硬噶啦，但係絕不能收留任何戰夫。法官，男人係要落葉歸根，要結婚嘅。我100%支持婚姻制度啊！我認為一個男人結咗婚之後，應該死心塌地咁做個好老公嘅。聽到未啊？所以我死都唔肯結婚係咁解。賤格係淫蕩。李芳，你唔係啊！一個你又住家飯又唔食，要食外賣，你又仲衰，乜嘢狗屎垃圾你都執落口。你睇下你啊，成個雞蟲咁樣，你顧住發雞瘟啊你！我唔明點解你哋一啲道德觀念都冇，唔使受貞操嘅咩嚇？咁你又唔結婚，生仔好痛㗎。話鬥埋嚟㗎啦，有冇人扮酷搭的士？唔係啦，揸住個鐵馬咪即係皮包鐵，我條命矜貴。搭的士好穩陣咩？係啦，話晒鐵包皮喎。